咁所以咧香港係以前係英國殖民地啊嘛。咁當我收到我嘅傳道通知書啦，知道要去英國做傳道嘅時候咧，我其實好開心嘅，好興奮嘅，同時間亦都覺得好出奇，就係咦點解我會去嗰度做傳道嘅咧？因為我哥哥去喺香港做傳道嘅咁樣，咁所以我哋覺得咦點解唔係去美國或者點解唔係去加拿大，即係多啲可能話香港人會去嘅地方咧？點解會去英國，仲要去曼城，即係冇乜人，冇乜香港人喺嗰邊啦咁樣。但係點知我一去到嘅時候咧，發現英國真係同香港好似。而我喺英國嗰度啦，去同其他嘅人分享關於耶穌基督嘅時候咧，亦都見到好多唔同嘅人，有黑人，有白人，有黃皮膚嘅人，有好多唔同嘅人咧，都想學習關於耶穌基督嘅福音。而嗰陣時我喺英國咧，亦都有機會啦，去教導唔同嘅人關於神啦，因為佢哋都想知道更加多關於神嘅事情。咁我咧亦都能夠去同佢哋分享呢啲美好嘅信息啦。同埋當我喺英國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即係因為街道啊，因為風景啊，好多都同香港好似咧，我亦都覺得好似自己返咗屋企咁樣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嗰度嘅人講嘅大多數都係英文，咁但係咁樣亦都冇減損到我啦，去中意嗰一笪地方同埋中意嗰度嘅人，因為我見到嘅每一個人都對我好好，佢哋亦都有好大嘅渴望啦，去改變，去想自己變得更加好。